屏东这内部下美河村的简易水道水系统，因为去和这环保局验出讲大肠宽困超过标准，无符合这饮用水的这个规定，罚管委会6万块，要求查实进程就要改善。管委会是认为讲这是公所消毒设施故因所造成的，要甲因反映，所以拢无解决，就宣布对查实开始呢，无要搁再送水，说临时来停水，害当地2000多户无水通用。 这个是自来水的，自来水，那这个是地下水的。民众即阵拍开水道头，也有水通行，不过对查测起倒边的简易自来水，可能敢若存看的功能。屏东内部向美河川的简易自来水系统，因为验出大肠管菌超标，去互环保局罚6万块，要求查测进程爱改善。管委会认为净水过滤的设备害气，甲公所反映拢无效，决定对查测起无要搁送水，临时临要划停水，可2000多户的居民拢唔知要安怎才好。直接就水就进来了，我们没有水塔，就是插在这里，我们就一个头2个大了。我们以为它已经在滤水，我们安心的使用，但事实上他说那是不能使用的，因为马达只要转它就溢水，所以就是关掉。 所以它的水池根本没有绿化的作用。公所认为，滤水设备是因伫110年做的，不过维护管理应该是实际使用者爱负责。不过美河川自来水管委会无法度接受，新闻和管府讲要停水，管府表示停水影响民众的生活，水质不好影响民众的健康，要求公所甲管委会爱好好讨论解决。因为涉及简易集水设施是由管委会使用，以及公所当初新建的权责。 屏东县政府以行为内部工作，也邀集了简易自来水相关的负责单位，我们共同来商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设备简陋，还是其他的哪方面出了问题？乡长强调，原则上会以全民的用水权益为大先，袂互停水的问题发生。伫咧滤水设施也袂好势进前，官府也提醒，大肠管菌会当用高温杀菌，只要甲水消滚都无问题啊。记者柯明哲、柯家柱、柯朝阳、屏东采访报道。